開心法學，一念嗔心起，業火燒三時；一念慈悲生，雙方共得五分喜。大家有冇試過一肚火，忍唔住爆粗鬧人？嗰一刻覺得自己好似李小龍附體，拳拳到肉，超爽。但唔夠10分鐘，心入面就開始有陣酸味飄出嚟，好似飲咗杯過期奶茶咁。之後成個下午甚至半夜3更瞓唔着，搞到自己心情黑晒，仲要自己俾錢買安眠藥添。佛家講業力同心生種子，你所爆發嘅嗔恨，其實係自己心田度種咗粒超辣鑊沙比種子，遲早爆開，最後結果自己先辣死自己。相反，你如果肯生起慈悲心，講句好話就等於種咗粒朱古力味開心果，即刻自己食到甜，佢都開心。雙方笑5分鐘，仲有餘慶慢慢變成免費甜品自助餐。所以下次想爆粗之前，停1秒，吸口氣，喺心入面默念：喂，呢條友仔，願佢離苦得樂啦，唔好再激到我啦。或者淨係諗算啦，慈悲為懷，唔好俾自己中咗自己嘅毒箭。當然又唔使即刻變觀音菩薩記，輕輕轉個念頭，試多幾次，你會發現原來慈悲唔單止拯救宇宙，仲可以最快救到自己，唔使成日食咁多胃氣藥喎。所以呢單生意邊個賺得最多，大家自己用計數機撳下就知啦。